再来看宜兰县一个高中生伫2档外前自杀死亡，家长是指控讲囡仔受到老师的霸凌，伫自杀迄天有3节课无上，学校拢无发现。虽然因为提出申诉，也毋过教育处拢无要处理哦。这个老师嘛无受到处分，因无法度接受。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，今年3月已经有记这老师一个升阶。因为他们一切都会归咎于我一切都是符合教育原则。 符合班上的管理，符合亲师管教，师师相护，官官相护，其实这个是存在的。宜兰县高中生洪安2020年11月离开学校墜楼过身，母亲出面控诉囡仔受到老师霸凌。墜楼迄天消息3节课，学校煞拢唔知影，学校明显说是公部门也包庇暗判，和霸凌导师拢无代志，根本就叔叔相护。那老师的部分，其实在那个学年度，他的考绩也是1等哈。那所以说，不是像。 就是可能外界觉得说这个案子都没有做一些处理。这个案发生了后，教育处召开教师定期委员会调查，认定防止抗霸凌的老师虽然无责任的情况，也毋过亲子沟通有改善的空间，佮辅导学生不利。另外，调查还发现，地区科学课老师因为学生成绩无达标，中标学生啉水算处罚。学校虽然无处理，教育处由原决议将2名老师记升阶，却因为超过期限定处，和老师申诉成功，升阶方撤销。 能处理，然后他又没有处理好啊！我相信这个在教育处来讲啊，应该有行政疏疏了。县府教育处讲，今年3月已经佮甲导师记1期升阶，毋是拢无作为。另外，超过期限定出的部分是因为教育处认知的时限，甲教师申诉评级会看法无同，才出现这款的结果。也毋过，管机员认为这是明显的行政疏失，教育处应该有人负责，已经指导协助家长向监察院申请，监察委员介入调查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